附近，因人可能因为一时细心骑车无在，而倒摆摔落去路边的圳沟，因某飞出去丢田。附近的民众看到了后，赶紧斗相共报案，消防局出动救护车来救。头尾10多分钟，真无简单，将2个人救起来，赶紧送去病院。该在落尾平安无代志。附近的百姓嘛讲到，这2天列车发生3件车祸意外，拢是伫咧同一个所在，嘛互人安怎想都想无。同款嘛是上新的画面，要来关心总统蔡英文下再来到新北市树林，陪党内提名立法院参选人苏卡辉来走行程，拜访在地出名幼稚园，也有出名的庙宇。总统伫咧行程进前，先接受媒体访问，讲到韩国瑜经体讲用国家机器侵犯到伊的隐私权，正以7000万买厝的消息，总统嘛甲韩国瑜的讲法，搁再好倒转去。我觉得这个问题说国家机器介入这个事情讲这样的讲法，确实是要有证据了那大家不要忘了，前一阵子还有追踪器的问题，这个故事到现在都还没搞清楚另外就是说这个他的这一件事情为什么会让社会有这么多的讨论主要的就是说，在这段期间以来，甚至于在过去他都一直以庶民的形象来展现自己的那这样子的这件的事件跟庶民的形象是有些落差了那至于我的财产，我从任公职以来，我都一直有申报，这个也都是社会知道的事情而且都是长期持有，而且都有信徒。总统，您刚说就是跟庶民这个形象有落差，是哪个部分有落差？一个房价这样高的房子，确实不是一般的庶民可以负担得起。下一题了。我想要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有传出最快下个礼拜4就要宣布蔡来配，请问是真有其事？这一题答案还是一样，就是说我们会在最适合的时间提出最佳的组合。徐姐会接近的。徐姐会不会接近？这是谁说的？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总统想要请教一下，有国小的主任，然后他批评韩国瑜，可是现在被罚要写3000字的心得报告，总统怎么看？有这样的事，听起来怪怪的这个批评蔡英文跟蔡英文政治的人很多，可是从来也没发生过这样的事情。现在的社会是民主社会了其实就是连老师也是要有他一定的这个言论自由嘛那这样的处罚听起来是，我是觉得不恰当。总统，请问一下，韩国瑜今天到新竹的行程因为他那个行程是没有门牌地址，所以他就擅自把民众的农庄的地址列入行程的宣传里面，就把它当做个地标，但是没有告知人家，让那个农庄的老板好像有点不太高兴，是有点不尊重人家。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事情好像不是第一次了那我知道或许韩市长想去不同的地方去参访去了解，但是对于在地的主人确实是要有必要的尊重。还有问题吗？总统的脸书有特别帮我们台湾的棒球来加油昨天是比赛。昨天比较忙一点，没有看比赛，但是我有看那个这个相关的那个即时新闻报道。好，谢谢。好，咱拄则听到就是总统蔡英文上新的讲法。另外，这方面要进一步来关心2020年总统大选，总统候选人安全工会编组今仔日办结婚典礼，拢总共330个特勤人员，刷来会负责总统候选人的安全任务。现场上新的情形，继续连线记者林新杰来带咱了解。新杰。
好，主播各位观众，带您来关心2020大选的脚步越来越近，而各政党的候选人都已经陆续的出炉了，而这些候选人们呢，也在陆续在跑他们的竞选行程，而候选人的维安工作也特别受到重视。为了配合这回大选呢的维安小组编程，在今天正式举行结训典礼，由国安局长邱国正来亲自视察，赶快带您看一段现场最新情况。安全维护工作。尽忠职守，服从命令，严守纪律，保守纪律，并恪遵依法行政，行政中立。为了配合这回大选所组成的维安小组编程呢，总共是由5+1组，总共有330位受过专业训练的维安特勤人员，他们是恪守着行政中立，并且用以身作盾的精神来保护他们所负责的候选人哦。而今天现场也特别准备了为了配合这回大选所准备的一些装备，其中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空拍机干扰器，因为现在空拍机越来越多，就怕在飞行途中可能造成候选人的危险，因此这回国安特勤呢特别准备了这个空拍机干扰器，干扰距离最长可以达到2公里，就是要避免空拍机来造成候选人的安危。上项最新，先把摄影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多谢新杰，社会事要来关心新北市永和一个姓陈的查甫，伊假想要去引头路，结果是甲人偷摕手机啊、挂拿假烧金。来到永和地区一寡便利超商，拜南用同款的步数去到连锁通信行要来引头路。趁伊一个人顾店的时，偷摕店里拢总7支 iPhone 手机啊，价值哇30万。详细情形，连续记者牛家伟来带来了解。家伟。好的，主播，各位观众，画面中这名背着黑色包包、身穿白色上衣的男子，就是利用假应征真行窃的手法，到永和区一家连锁通讯行，趁着一个人上班时偷走7支 iPhone， 价值将近30万元。根据了解，这名窃贼在今年7月到9月之间，用假资料应征中永和区便利商店员工，也是趁着一个人当班时偷走店内现金和有价值的物品，前后害店家损失超过10万元。警方接获报案，立刻循线前往永和文化路打人，没想到这名窃贼居然向警方呛瞎，说非现行犯为何警方可强制带回？警方应该通知我，通知不到才能带走我，相当不配合。因此，警方向新北地检署申请拘票，将尽速将他逮捕归案。以上就是我们掌握到的详细情况，时间镜头交还棚内主播。多谢嘉伟，同款嘛是上新的现场，要来关心一个查甫牙刀，伫新北市三甲一间大卖场地下停车场要甲人抢一个富人2000块换衫做伊走。这个嫌疑犯互警察抓到，本来是犯到上届轻，嘛要判7档的强盗罪。结果被害者查讲，原来是走投无路，才会甲人抢，毋那是无要甲伊追究，佮颠倒甲法官求情，拜托法官甲伊判较轻的。详细情形，继续要请记者徐旭杰来带来了解。旭杰。好，是主播各位观众，透过画面可以看到，全身黑衣服的男子躲在地下室停车场，鬼鬼祟祟的行径呢是相当的可疑。原来这名男子呢，因为经济困难，走投无路，决定持刀呢走进卖场的地下停车场，锁定刚买完菜的妇人，趁他要牵车的时候上前行抢。当时呢，他是得手了2000元呢，马上就跑到附近的便利商店变装，但是过没多久呢，就被警方给逮捕了。虽然他犯下罪轻本刑7年以上的强盗罪，但妇人呢得知他的经历后，不但不愿追究，甚至呢还向法官求情，最后呢是替他获得了减刑的机会。那么根据了解呢，42岁的吴姓男子过去就曾经因为毒品案入监服刑，去年4月出狱后毒瘾没有戒，一直无法好好回到社会生活，只能呢靠着打零工存钱，再继续购买毒品，搞到身上1毛钱也没有。那么饥饿的他才会想到行抢，得手2000元后就接着买食物和毒品，把钱迅速的花光。那他落网后是坦诚犯行，表示呢自己只想要钱，没有要伤害妇人的意思，当下也没有弹出刀刃，只用刀柄抵住被害妇人。那么妇人也希望他能重新来过，出庭呢来替他求情。最后法官是考量到他犯案态度良好，把他7年以上的徒刑减刑到4年4个月。以上是你掌握最新情形，先把时间交还棚内。
多谢协格，同款嘛是司法的消息，要进一步来关心鼎鑫集团卖垃圾油的案件。最高法院宣判鼎鑫製油公司前董事长魏应昌，因为违反食安法有7条罪，判决已经确定，拢总判5当9个月爱掠去关。另外，还有19条罪，判决会当罚金免关，嘛已经确定。最高法院已经通知检察官，都要发动防御逃走的机制，上诉到最高法院也是有罪。魏应充先生对于这个判决的结果是表达十分的遗憾，但是他的心情十分的平静。官司拍几多年的鼎鑫歹油案件，最高法院6号审判结果，魏应充委任律师召开记者会，出面表达真遗憾，因为一审中华地院判鼎鑫前董事长魏应充无罪，检方不服上诉2审，台中高分院判决大长释，按照违反食安法这个罪名，重判魏应充15年的徒刑。案件经过上诉3审，最高法院宣判魏应充有7条罪，判决确定，未当用罚金，总共判5年9个月徒刑。我们其实已经掌握，也取得了非常多新的事证，能够依法来提起再审。而且对于本案，我刚才提到有违背法令的情况底下，我们也会预计提起申请非常上诉。律师讲会提出非常上诉，要为魏应充清白争到底，而且提出最高法院判决的5大争议，包括证据认定错误、甲适用法令有误。最高法院认为魏应充其中7件未假枪的实务罪，未当用罚金，判刑1年6个月、8个月，2件有11个月、3件7个月，总共5年9个月。另外有19条罪是6个月以下会当用罚金的判决，实际执行会由检察官另外向法院来申请。若最高法院已经通知检方开始来做防止逃走的管制。记者综合报道。台视新闻独家镜头来看到台中市南区最近新开夜市有5花杂色的料理，开银角就食会起。本来是营业时间总是招附近的学生囡仔，也有民众做伙来到馆消费。都有人来到一档卖日本蚵仔的单位，点一盘日本蚵仔，讲爱221。民众感觉有淡薄仔贵，一个甲店头问介绍，讲这个介绍是安怎算出来？店头强算讲袂出来原因，落尾搁再算一改，煞变做107块。嘛，或者民众认为讲，若是无问，就哪会互人当作潘那里讲？没有，这样多少？民众来到夜市点蚵仔，准备要来用餐，店家切好芳上桌，但哪会遐尼贵？你可以跟我讲这多少钱吗？没办法讲。介绍安怎算的？店员讲袂出来，找来救兵算给你听。这个40，这个20，30，这个也30，这个20块，还有什么要菜卷30，凤尾是30，所以加起来就大概200。对。讲过，乃搁算一摆，原来真正有问题。按照店家讲的介绍，这盘蚵仔有青菜、鱼饺、贡丸、菜梗、火粿、豆皮，总共嘛只要170块，甲店家算的差40块。民众感觉互人骗去。大概150块左右吧。大概130、140左右吧。但是这一盘这样要210。会不会太贵？稍微偏贵，微高一点这样子。实际转来台中南区最近新开的这个夜市美食是真侪款，主打是菱角的介绍。大部分的摊商伫招牌顶悬拢有清楚来写介绍，但少数亲像卤味也是卖蚵仔的，因为商品伤侪种，大部分拢无来写介绍。民众拢是咧付钱的时阵才知影偌侪钱。避免纠纷不然有纠纷的话，其实也很难处理。来问访质疑的蚵仔业者，店家私底下表示，民众当下反应都已经有来解说。夜市管理单位强调，会甲摊商来讲互清楚，要求一定要将商品的介绍写起来。若民众点餐的时阵，上好嘛主动来问，避免感觉互人骗，来做瘾头。记者综合报道。同款嘛是烦恼做瘾头，这是出国美国式的大卖场，互人闹开讲有食安问题。这间出名的店就伫咧桃园，有一个人来到美国式大卖场来买烘鸡腿，结果互囡仔食，囡仔煞配一条塑胶带出来。老母头起先掠出讲，这敢会是鸡的骨头，结果毋是，阵啊起甲甲相片抛上网络，怀疑这间大卖场品质管理愈来愈松人。也毋过大卖场嘛进一步解说，讲因无用塑胶塑带，到底是倒位有问题，都要进一步来调查。香港的烘鸡真好食款，毋过斟酌甲看，顶下乃有一条真长的塑胶塑带，互桃园的一个妈妈看甲讲去有名的美国式卖场买人气真香的烘鸡腿，要互囡仔食，想要教煞食到一条塑胶塑带，
民众偷起身，佮叫是黑是骨头，结果根本就毋是，起价甲商品抛起网络。这支卖场的品管无做好，加载囡仔无甲食落去，相片一个抛出来，遂引起网友讨论。有人讲伤咸啊，毋知影食到偌济塑化剂。个人滚酸笑讲，限价50个乌影，大家未来食到的毋若塑大螺丝钉啊、塑胶袋啊，佮有真济另外加入去的好物件。实际来到卖场，互民众投诉的行价也是放伫架顶卖，拢无受到影响。需要请他们的就是食品管控的部门再更加留意一些。就是说必须更严谨，那当然是更严谨，因为吃的东西需要更严谨，没有错。行价推内底发现塑大，卖场回应讲，因为随去食物甲行价部门调查，全部拢无用到塑大，加上塑大若是烘过就会变色扬起。目前敢若透过网络的相片，无法度判断塑大是为倒位来的，会想办法联络到迄个妈妈做了解，追究到底是倒位出问题。消费者认为卖场的人应该爱顾甲较严厉，尤其是食米，安尼才会当互民众安心食。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到这个画面，又搁有人用物件甲车牌凹掉咧，即个搁较含上电网啊拍。这个桥倒摆人经过基隆市七堵区驻地街，和后壁一只车发觉讲，伊骑的机车是用电网啊杯来砸车牌，实在是真天才。相片放伫网络，遂引起到网友伫咧爱。警察提醒大家讲，安尼乌白改引起车牌看袂出来，上届当会当罚9000块。基隆市七堵驻地街口，一只乌倒摆徛伫咧头前，但详细看后边来挂一支电网仔车，不打紧，佮直接吊伫咧车牌顶悬，将号码挡掉的，徛伫咧街仔路，根本就是咧甲法律挑战。这个违反了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3条的规定，它是安装器具使之不能辨认车牌。这个是要处罚2400到9000块的新台币。这个含过的改装行为，互后边驾驶看袂落去，直接将画面放去咧网络，随着声起人来滴骂，讲安尼行为就敢若是要去做歹代志，大家拢爱班主赶紧去检举。基本上如果网友有提供比较明确的事证的话，我们可能可以依照那个监视器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基证去找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这位车主。警方提醒电网仔车改装车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13条，安装物件互人看袂清楚车牌，恐惊会来罚9000块的罚单。民众上路也是莫凊彩来改车，将车牌掠到，小贪软加担，最后嘛是会互警察来开罚单。记者综合报道。昨暗真侪人拢伫电视机的头前，目睭金金看，来关心世界12强野球锦标赛。中华队伫咧预赛第2战对阵委内瑞拉，为7局起开始落来攻击来得分数，等摕到2分了后，伫咧9局顶半场把握进攻的机会，将基本以3分比0分摕到2连胜。下暗大家更加关心，就是中华队要来对阵日本队，大家真期待。这走了，这个球，盘倒，领着选手手上过来，闯过3人要拼回来了，这个大工程让中华队在击拳上半世界12强野球锦标赛，中华队预赛第2场对战委内瑞拉，双方一直到第7局顶半局，中华队才总算开始摕到分。这一棒左半边，纪晓欣的安打又要得分了，王胜伟绕过了3垒，往围城，这时候继续往2垒做推进，哎呀，这个球，球又掉出来 ，save。摕到分数的气势，加上现场救命的乌烟，让中华队搁一届拍破对方的防守，第降一局搁摕到1分，暂时赢2分。这个风险，这个球漂亮了，吴金龙敲出了他在今天以及本次赛会个人的第1支的安打。第9局靠吴金良一支正平外野安打，佮投走率成功，加上委内瑞拉老手小连选2改胜误，中华队顺利摕到第3分，尾3比0，甲第2场比赛赢落来。良好3换，挥棒落空，最后用一个146公里的 high fastball 三振了阿普达卡，也结束了这一场精彩的比赛。中华队拍个真稳，预赛小连选赢2场，也顺利抢到6强比赛门票。7号甲日本队对战，中华队2-0-2-0，当家奥运是愈来愈晚。记者综合报道。
世界野球12强锦标赛，中华队要拼入去参加奥运的门票。台南市市政府嘛伫台南野球场现场转播，也毋过这个场内荧幕伤过远，寸尺嘛较细，互人根本就看袂到。民众甩甩叫，讲到荧幕遮尔啊细，看手机啊较规气。嘛网友伫咧滚酸笑，讲敢会是咧验实力。台南市市政府讲，下暗伫咧野球场户外广场会来到大荧幕，嘛希望球迷拢会当看甲搁较清楚。中华队选手对着多名理解的比赛，头局一共就将球拱出去外口，互所有人看甲是热扑扑。世界12强棒球锦标赛，全国拢伫关心。台南市政府嘛用棒球场大荧幕来咧播出，邀请民众入场来加油。只是这个安排煞来互人嫌。我们坐的位置离荧幕就是看起来荧幕很小，然后其实看不太清楚诶。讲真正是看袂清楚，来看网友抛出来相片，人拢已经坐伫咧荧幕嘅正对面，但是荧幕实在是离真远，有的面看起来只有一点点啊，加上荧幕嘅光线影响，根本就看袂清楚。有人伫咧网络来算，讲安尼敢是咧做目睭嘅检查，也是边啊应该爱来卖一个盲远镜。晚上的时候把那个就只剩那一道光而已，就基本上，而且荧幕台南棒球场荧幕本身就很小，荧幕那么小，在里面真的就拿手机看还比较快。将手机摕出来看，拢比看大荧幕更较清楚，因为台南球场配备的是巨型的430寸的荧幕，加上甲观众座位都有150公尺，嘛，互人想要问，这是不是咧考验目睭敢有好？架设了一个5乘以3.6公尺的一个大荧幕，在现场，目前大概5点钟已经架设好了。那欢迎今所有的球迷们、朋友们再来现场的观赏。民众的嗨春，台南市政府拢有听到。7号这天会伫咧球场外口的广场来搭大荧幕补球，毕竟12强比赛是拍甲长日日，若是入场看球替中华队加油，颠倒来变做目睭的考验的比赛，安尼就真正是无意思啊！记者综合报道。插播咱拄则收到上新的消息，这是发生伫咧2年前的案件。台南一个研究室的工人，互一对查甫查某设局叫人家拍死，一审2个人互法院判12档的徒刑。其中这个姓简的查甫，初三透早伫咧台南外国警察抓，也搁走互警察抓。警察实在无报啊，落尾对半空中开枪。详细情形，连线记者柯奕成。好，观众画面上可以看到呢，台南市警方呢开着巡逻车一路在高速公路旁标，而追的呢就是前方这部轿车，因为当时呢这部轿车在凌晨1点的时候呢是行经台南柳营，但没想到呢对方竟然拒检逃逸，而且一路是开上了国道，也因此呢，警方是一路追赶，而最后呢，这部轿车呢是开下交流道之后自撞，而车上的所有人呢也都趁机逃逸。让我们看看当时画面。撞车！一撞车！趴下！手放头上！那么警方呢事后是逮到了周姓男子以及另一名吴姓男子，而经过调查呢，当时车上还有另一名严姓男子也在场，而其实呢，这名严姓男子呢，就是涉嫌呢在2年多前呢，跟他的女朋友呢，涉嫌是拐走了一名痴情的瓦斯工，并且呢是设局将人约出来之后呢，把人围殴，也导致这名瓦斯工呢因此丧命。而最后呢，这起案子呢，2名主嫌呢因为涉嫌伤害致死呢，均遭到判刑12年徒刑，而2个人呢还结婚了。但是呢，这名严姓男子似乎没有得到教训，因此呢，3号呢驾车竟然是冲破警方盘查线呢，还以高速狂飙30多公里，最后是自撞分隔岛。而现场警方呢也查到了呢，调出了枪支以及毒品。目前呢，除了逮掉同车另外2人之外呢，这名严姓男子呢也正由警方扩大追查当中。那么双生长情况主播。多谢叶生，继续要来关心，这是屏东的滚水山爆发，规花光冲起伫半空中。代志是伫咧昨暗的10点钟，屏东万丹乡在地滚水山熊爆发，规花光光影影，场面嘛有够大，请一寡人赶紧围过来看。伫10公尺外，远就看会到，嘛会当感受到温度真悬。落尾火因为愈烧愈旺，消防人员赶紧来到现场戒备管制，避免民众伤过晚发生危险。该在落尾无人受伤。
港官嘛是上新的现场来看到，顶摆高雄议会总议算这个案件复位迄段时间，国民党、民进党的议员伫咧起骹动手，其中民进党的议员林婉容，互人摔倒头壳去弄着，昨昏来到高雄地检署，告国民党的议员刘德林伤害，落尾刘德林也甲伊告倒转去，详细情形继续请记者吴梅山来带咱了解。梅山。好，主播各位观众可以看到，高雄蓝营市议员刘德林一早在党团陪同下来到高雄地检署，按铃控告绿营议员林婉容诬告。来听听看他怎么说。这个民进党提出告诉，这是让我感觉到非常遗憾的。我身为一个被害者，受害者，而他们是属于加害者，对于我这种的一个提告，我觉得真正的让我们感到。这非常遗憾，我也希望今天能够借由司法来还原真相的侦查，来还原真相，让这个真相来诉诸于我们市民。好了，其实事发原因呢，就是日前在高雄议会总预算案复委当天，蓝绿议员在议事厅内爆发流血冲突。那么当天刘德林呢被推倒撞伤眉角，随后他又为了争夺主席台推开绿营议员林婉容，导致对方头部受伤脑震荡。那么刘德林呢也因此被告伤害。而事隔一天，刘德林出面按铃提告反击，强调自己也是受害者，希望司法单位能够还他一个公道。以上是我们掌握的最新情形，将谁交还棚内。多谢梅山，另外要来关心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互人野消息，讲伊2011年买高级的客家。民进党立法委员经体讲，伊甲过去互人市民的印象无同。今仔日立法委员林俊宪搁再讲到，韩国瑜利用关系，互台北压力，借伊2成的贷款。详细的情形，连线记者吴品玲。好，观众，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现在被爆料是在2011年的时候是花了7200万购买台北南港的豪宅哦，并且是传出说韩国瑜当时呢是要求业主台肥借他2成的款项。不过呢，现在民党立委林俊宪是加码爆料，韩国瑜当时疑似是有施压的状况。带你听一下稍后访问。一家已经正式发存证信函拒绝借你2成房贷的。台北呢，大转弯，借你钱，这个部分呢，我们希望韩市长仔细的回想一下，你应该要回答，如果你强调你不是特权，那么请问有没有这些事情，你如何做到？这是我要向韩市长所提出来，他昨天完全回避，他昨天完全不敢来针对这个部分来做回答。韩市长只敢讲什么国家机器。韩市长，你买房的事情大概几个月前很多名嘴就在电视上讲。那你当年卖房子你打了多少通电话？你急着要卖你甚至把你的契约书到处传，你自己的大嘴巴你都忘记了。凡走过就会留下痕迹。我们希望韩市长你应该要来面对你诚信问题。你要选总统，就应该要受到社会的检验。不过，对于是否有证据证明韩国瑜真的有向台肥来施压，林俊宪呢，他是再把球丢回给韩国瑜，要求说这应该是韩国瑜要亲自说明的。以上就是这样的情况，再把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关警察报咱拄则收到上新的画面，发生伫台北市八德路3段下早10点钟发生一件车祸意外。一架汽车赛车人因为伫咧等红灯的时，一个无细力去打到油门，规台车弄到顶仔卡，引起3人受伤，其中一个查某囡仔头壳外伤，无讲真清楚，互人赶紧送去国泰病院急救。另外，还有2个人嘛拢赶紧送去病院治疗。来看到即马现场上新的画面，规会当讲是如苍苍。车祸的现场，互人看到到底骹手尾的裂色，到底是安怎发生着车祸意外？即马佫需要警察来进一步调查。另外，今仔日特算盘要带大家关心，这是双十一购物节，唔那敢若伫咧网络平台伫咧拼生理招人客，一寡饭店也有航空业者共款嘛要来推杀好康，像讲一寡航空公司杀这个飞平湖、金门，也有有花莲台东国内线飞轮机票，一张会当省999块银，也有5星级的饭店杀车花双人客房，规套行程2222块。若是甲观光局推杀的秋冬国民旅游补助算参类，一个人
敢若600外块尔，饼优待，大家目睭嘛爱剃好金，因为大部分规套行程拢有限量，一寡无适合国民旅游补助，要出门进前都要看好清，安尼才袂吃亏。 坐5分火车，伫个树林内底转来转去来欣赏阿里山早起的日头。规台湾佚佗的景点真济，还佫有花东和外岛，拢共款有真济民众想要去。伫个双十节的购物节，毋但是电商咧抢人客，旅馆民宿和航空业嘛拢塞好康的出来，要来诱惯民众出去佚佗的意愿。南投那边吧，泡温泉那边就比较好。 国美、花莲、台东，我们同事也有就是在考虑这些活动这样子。亲像这个平湖，伊就有5000级的饭店，杀出豪华的双人套房，套装价是2222块。若是过来到达观光局杀出的这个秋冬旅游补助，安尼会当佫俗1000块。平均册甲带一暗，一个人简单爱600外块。还佫有航空公司杀出讲，这个平湖、金门甲花东，只要甲拍入这个折扣的密码，国内线的机票钱高抓就会当省999块。也若讲这个旅行业者，话讲阿里山佚佗2天，一个人简单爱1111块。清境农场双日游，拍对折会使讲是买一送一，总价是2699块。通常双11大家都想说，我们是不是抢一些大家都不要，但不是推出来的是这个时间大家最想去的，比如说樱树光啊，或者是落羽松，都是这个时节大家想去的地方。我们是111的下午3点开抢嘛。 通常在30分钟内绝对是秒杀。不过，若是要抢这个优待，要较去甲张trí讲，这个套装行程大部分拢是有限量的。伊落单了后有限制付款的时间，假使讲若是要甲取消，嘛要付违约金。也有一部分的方案是无国旅的补助，要买进前相关的规定，各要看好较清楚咧，安尼才袂吃亏。记者综合报道。 我河世界大代志来看到云南北部一粒岛有冰冷的景致，在地这个摄影师伫咧海边啊散步时，无张地发觉到海沙堡有上千上万粒大大细细冰冷，头尾算算的有几多公里长，场面有够大，互人看甲目睭唔甘腻。专家讲，就算是真海咧看，也毋过若是温度甲海流配合甲拄好，都有机会会当看会到。 一边看过去，一大片又搁圆又搁饱甜的冰冷，互日头照甲金光闪闪，大大细细上千上万，将规个海波是铺到甜一甜。这个景象出现伫咧云南北部的海螺奥托岛，当地一个摄影师进前甲太太伫咧海边散步的时阵，看到眼前的美景，感觉真惊喜。伊表示伫咧这个岛住25年，从来毋捌看过这种现象。伊摕起翕相机记录这个神奇的画面，相片铺上网络，嘛互网友讲，真正是真神奇。These are mounds of ice balls. Some are shaped like eggs, others are perfectly round. They're covering the miles and miles of shoreline. 专家讲，冰冷是一种真罕咧看的自然现象，造成的基本条件就是温度必须接近冰点，水内底阁爱有一寡石头也是粪扫，安尼水伫咧结冰的时阵，才会有物件会当包着变做冰角，啊，阁爱配合调水甲各种的条件拢拄好。As the waves crash ashore, it causes the ice to spin in place, which then smooths them into balls. 其实，除了芬兰以外，俄罗斯、塞贝利亚沿海、甲美国离西军湖沿岸，拢捌出现过参像这种的景象。大自然的神奇，实在是水甲互人想袂到。记者综合报道。人咧讲，狮仔摇头，鸟鼠爬楼，所以这只狗仔搁较牛。这是美国爱达荷州这个民家开保龄球场，想要来训练一饲的2只狗仔来拍保龄球。为狗仔在礼拜大起开始甲训练，真是学会晓。看起来真有办势，上届冠军摕到109分，比真侪人搁较强。保龄球练出去，这只叫做布雷克的狗仔目睭就一直看球，看到球板拢倒去，伊才回头去看主人，敢若是想要讨奖励款。布雷克保龄球拍甲真有班，伊的狗仔伴阿东嘛输人毋输阵，原来这家人甲狗仔全部拢会晓拍保龄球。We are a big bowling family. We all bowl, and when we got Blake, we decided that if he was going to be coming to work with me every day, he needed to learn how to bowl.
细型的触流笼一个放好玻璃壳，就甲顶的球拢塞落，有时阵可以当拍出踹出来，比人更加高拍保龄球。伊生出来11礼拜就开始咧拍保龄球，目前上悬的分数是109分。其实这家人是开保龄球馆的，两只狗仔就是因这间保龄球馆的宝贝。啊，玻璃壳敢若对保龄球兴趣，若要拍动球，伊就无兴趣啊。主人开穿玻璃壳倒落假死，佮会甲主人紧密发医生提一帮。不过，伊上爱的当然也是拍保龄球。身为代表保龄球馆的狗仔，玻璃壳嘛是真用心咧拍保龄球的。记者综合报道。过来看到世界各地冰淇淋的口味嘛，愈来愈奇妙。像讲最近厄瓜多有一间店来推出印度杯子的冰淇淋，加南美洲的印度杯子料理，搁再掺入去冰淇淋内底，请真侪人来试验者。另外有一间店甲牛仔掺热带果子，嘛做伙掺入去冰淇淋里。也搁有美国免研究，因为两壳大出，推出两壳冰淇淋。另外日本都有这个青白肉口味的冰淇淋，这个里里扣扣、落过缩过的冰淇淋，实在真怪奇。看起来真普通的黄色的冰淇淋，人客只食一喙尔就随便一个赞，因为这不是凊彩就食会到的。这支是用煮过的番薯做出来的番薯冰淇淋，头甲骨头拢剃掉，其他所有的皮甲肉拢放入去加汁机内底加，再搁加入去牛奶油内底，辣好嚼，摕去冷冻，尾啊就变做这个番薯冰淇淋。Realmente el helado no tiene diferencia, más se le siente a la fruta y la crema.Están muy buenos, se los recomiendo. 这间开伫厄瓜多的店，伫冰淇淋内底加真侪南美洲的口味，唔那番薯冰淇淋，佮有臭菇仔冰淇淋。头家逐工透早4点，拢会去山内掠臭菇仔，炒过了后，共款加入去牛奶油内底，做出来就是这种加味色的臭菇仔冰淇淋。伫世界各地，像这款的奇怪冰淇淋，其实嘛袂少。像讲美国免研究的这间店，卖就是龙虾口味的冰淇淋。Oh my gosh! It's literally lobster ice cream. 牛奶油核桃的甜味加上咸咸的龙虾肉，佮用龙虾壳内底，那好看特别的口味嘛，互食过的人拢学到介特质。另外，日本有青马麦冰淇淋，南韩有目杂咧接口味的冰淇淋，规支拢是黑色的。各种冰淇淋的口味，互人看甲目睭强要火气。若是有机会去食的国家，嘛会当试看卖啊当地特别的滋味。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继续再来到新闻的现场。健康的话题要来关心。日本上新的研究发觉讲，若是敢若训练顶半身压动练，短时间内可能引起到血压欠悬，也有血管的硬度增加2.2倍。到自较早就是拢做实验嘛，较早有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因为拢种一般的品种，所以我有咧搞功课。即马我拢甲梁山客族，我种的是台江9号甲台中194，这个品种的口感很好，所以梁山伊愿意。较好的介绍，甲阮收购，甲我过去咧搞公牛每分地的收益比较起来，对我来讲是有较好的。大基本千万字，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摆一日。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日，咱做伙来看到这日就是字。字是动词，代表用喙齿来谈味，像讲狗仔甲碗字甲足清气的，嘛有人读做装。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两个词。头一个就是字齿，意思就是甲喙齿伸出来字物件。第二个词就是字喙壳，一般是咧讲狗仔、猫仔用喙齿来字喙的4颗位啊。咱用一句话来举例，甲这两个词甲做伙，譬如讲，伊饲的猫仔甲碗字甲足清气的，刷落来一直字齿、字喙壳，看起来足古笔。今仔日小解这一日字，另外一个音读做装，提供互大家参考。
继续要来关心，这是一寡人爱加当练训练家己，干那训练顶半身都要注意，因为日本的上新研究发觉讲，若是干那训练顶半身加当练，短时间内可能会引起到血管春秋，血压就会升悬，会甲这个血管的硬度增加2.2倍增强。医师特别提醒讲，若是配合苦类爬起来，规身躯拢会当训练到，动作若是正确，就会当帮助身躯规个机能，也有降低血管和阿妈棍动脉硬化风险。从颈椎、胸椎、腰椎呈自然曲线。来健身房未少的民众照着当量的训练，维持好的身材，但若是干那训练顶半身，恐惊会有反效果，甚至会增加血管硬化的机会。只做上半身，会发现说，其实对身体并不是那么的好。如果血流速度越来越快的话，倾向于这个动脉有硬化的可能性。另外就是它会让神经系统里面分泌一些让血管收缩的一些激素。大科大团队调查，伫咧学校内底查甫大学生差不多有4/7，干那练顶半身。根据日本研究发现，单纯针对手的重量训练，会刺激肾上腺素，短时间内会互血管来收缩，血压提高，造成血管硬化增加2.2倍。加上若是出力无拄好，搁较容易变做是血管塌掉的。医生提醒，爱来配合着浮落去的这个运动，才会当加强规身躯的训练。只要将压12的口角、双脚拍开，甲肩胛头平闊，身躯爱来保持平滑，脚掌先按后壁塞去，再过来弯脚头虎屈落去，就会当降低血管以及颈动脉内脏硬化的风险。老年人的话，女生里面呢，大概3个里面会有1个呢，它是会中等程度的动脉粥状硬化。那男生的话更高了，大概是2个里面就有1个。马家医学院追踪10几年来，颈动脉内脏硬化的发生几率，发现65岁以上的成年人，有将近一半的查某人硬化程度达到中度以上。另外，查某的比例嘛有3/2，这些人恐惊的拢是得着3高的个危险群。医生嘛建议健身运动的时阵，也是规身躯拢爱振动，避免干那训练高一个所在，才会当离心血管的毛病较远嘞。记者综合报道。休困一个广告了，手路才要带大家看到，这是鹿港小食宴，真侪民众为了要拼到这个名额，半暝唔困，3更暝半3步做2步来到现场，要来拼名额，名额秒杀破纪录。到自较早就是拢做实个嘛，较早有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因为拢种一般的品种，所以我有咧教功课。即马我拢甲梁山客族，我种的是台光9号甲台中194，这个品种的口感很好，所以梁山伊愿意较好的介绍，甲阮收购，甲我过去咧交公牛每分地的收益比较起来，对我来讲是有较好的。虽然做农来做辛苦，但是你若欢迎继续登来到新闻的现场，食饭时间手路菜，赶快要带大家来食无同的手路料理，来看到中华鹿港小食宴开放报名，有人前一暗就赶紧来排队，若是有人是为3更暝半起，家己穿地铺来等号码牌，现场排队人咱看到画面会当讲是叉。网络报名赶快嘛是破旧年30秒名额就满的记录，今年网络报名10秒都已经满，搁较抢市。今年鹿港的小食宴有肉包、牛舌饼，也搁有蚵仔煎。这好食的料理，要给民众吃一个够贵。跟老公轮流4点开始排的。早晨过来的，我差不多2点10分左右过来的。等在1点下就来啊。排队的时间一个比一个搁较早。鹿港镇公所外口排的人是长，有的人家己穿椅仔，有的人坐伫条仔边，搁有人直接坐伫涂骹。到底是咧排啥物？原来是鹿港小食宴，城内大批的人来伫排队。感觉嘛价值啊，要来排看卖。抢看会到，结果今日嘛袂歹，去抢到第1名。今年第1次来，
很幸运就排到了。3天的这个场次全部发放完毕喽。今年的鹿港小吃宴杀出3场，伫咧11月16、17、甲23号，总共有450块桌。一透早现场报名的人，就全部拢来满额，就连网络报名嘛拍破去年30秒就满额的记录。现场即摆民众嘛非常的多，拄只网络报名在10秒钟就秒杀。去年的鹿港小吃宴，请真侪民众来食。今年的菜色有在地牛舌饼、肉包、芋圆、蚵仔煎，加在地好料理，替鹿港早来观光人潮。记者综合报道。确实是食饭皇帝大，行政院农委会农粮署为了要来推广咱台湾家己生产的五谷，特别和台中出名饭店业者做伙合作来推出秋风香宴。每一出料理拢是用咱家己生产的五谷来煮食。咱看到黄豆啊、红梨，也有荞麦，用意大利的手路配合其他的食材，简单几步，家己伫厝内就当轻轻松松煮国际级的料理。一道十外出菜有沙拉、鸡汤、披萨、炖饭，有点心。第一只看到的菜全部拢是用台湾国产的五谷类的食米煮出来的，像讲黄豆啊、红梨、荞麦、西亚米等等，简单料理一个就会当变甲真好食。意大利的料理手法，东西融合，然后运用这些五谷杂粮的特性，然后设计出一套的套餐。入菜的五谷杂粮呢，几乎用到的部分的比例已经接近了70%了。为了推广台湾五谷类的食米，农粮署去台中甲饭店业者合作，用台湾出产的五谷类，加上意大利的方式来料理，让人吃到在地好滋味。让国人了解说，我们国产杂粮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多元的应用，不管是入火锅、中餐、西餐，各种方式都是非常适宜的。因为台湾单年食的五谷类超有800吨，国产的部分却敢若占6%，就是因为进口的价小较俗，互民众较无爱买国产的五谷，造成产量伤济。不过国产的五谷优点真济，较鲜、较健康，碳排放较少，佫有产销履历。希望民众支持国产的五谷，嘛帮助农民增加收入。记者综合报道。阮兜自较早就是拢做实业嘛，较早有拄开始咧做的时阵，因为拢种一般的品种，所以我有咧搞工。即马我拢甲梁山客族，我种的是台光9号甲台中194，这个品种的口感很好，所以梁山伊愿意较好的介绍，甲阮收购。甲我过去咧搞公牛每分地的收益比较起来，对我来讲是有较好的。虽然做农来足辛苦，但是你若用心甲管理，迄种每到丰收的季节，迄种喜悦吼，真快乐的。对地绿色环境给付在整个这个政策思维，它如何把我们既有的这些政府的补助，跟整个农地所带来的环境效益，把它做一个连结。那这样一个连结呢，透过政府的这些补助，变成农民的所得的来源。我是2011年开始种杂粮，一直以来都有做水稻和杂粮的轮作。那早期我们就是轮作有小麦啊、大麦，那现在我们就有这个大豆。水稻是这个田间是湿的嘛，是水田。那这个是旱作，所以水旱，它就是这个对土壤的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病虫害也会降低。大家认为就是你就是种田，然后种田有收益嘛，可事实上我们的田、我们的轮耕，我们用比较友善的方法对待土地，这个都是我们工作里面产生的附加价值。对地补贴这样子政策，它就是承认了我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友善土地，或者是我有轮耕比较善良的方法对待土地，它都是你这个职业该肯定的事。对地绿色环境给付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达到地力的维护跟农地能够长期的一个保有，来确保我们的粮食安全，
更重要就是来带来因为农地所产生的这些环境生态的效益。过去我们都强调是一个对作物别要补助多少，但是我们知道农业的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有对环境效益的这些多功能性，所以我们应该把这个补助，政府对这方面的一些支持呢，视为是我们为了要维护农地，而且是农地所带来的环境的一个效益，那我们要予以透过补助奖励的方式，来让农民有机会参与。金马56就在台视。这就是最后一盘澳门葡式蛋挞。今天我没有吃到，我就不叫叶小河。每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唯一继承者。第1名的大戏《女兵日记》，想有看去看哪里？左右不分呐！朵拉就是变态，变态就是机器。他一天到晚在鬼吼鬼叫，一辈子就只能当班长。虽然他白天都鬼吼鬼叫，但是他晚上都会帮我盖被子，很贴心啊，很贴心。知道的。每周一到周五晚间6点到8点，敬请锁定《女兵日记》。甲中校这期画面做伙翕相抽观星大活动，新历10月18拜5起，请你甲台视中校这期电视画面做伙翕相，甲相片hand起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活动po文，都有机会摕到中校这期完整收藏专辑，甲各部声音早倒转去，详情请看我想丽花 FB 粉丝团。台视新猎人 HD 双语版热血回归，每周一至周五下午5点到5点半，伙伴冒险旅程全系列完整回顾，敬请锁定台视频道新猎人。台视蜡笔小新剧场版特别献映，跟着小新踏上最惊心动魄的冒险，跟春日部防卫队一同解开梦世界的秘密。每周六晚间6点到7点 ，HD 双语播出，敬请锁定台视频道蜡笔小新剧场版。航向天际福卫7号发射全纪录，入围卓越新闻奖、即时新闻奖。台湾太空20年 ，MIT 卫星下一步深度报道入围吴顺文新闻奖。再见山林朋友入围卓越新闻奖、深度报道奖。光害漫射台湾星空失守危机入围台达能源与气候特别奖、深度报道奖。全台医疗危机，后世纪遭狸猫换太子，入围消费者权益报道奖。自体免疫细胞癌症患者新希望，荣获台湾医疗报道奖佳作。台视新闻坚持给您最好的。才知道他在日本认识了一个叫 Mitch 的女孩，她是爷爷的初恋哦。你知道这个 Mitch 在哪里吗？不如这样，我们照着这个日记，跟着爷爷还有 Mitch 一起谈一次恋爱。知道吗？我爷在这里谈恋爱。给我水一下。台视频道每周日晚间10点，网红的疯狂世界。感谢大成宝金冠名播出。我想要上来跳跳看，我就想要突破一下自己。
伫网底看戏看人底，新闻上要来关心，这是意大利米兰重型奥德拜展览闹咧上场，这一届拢总43个国家1800外间厂商做伙来参加，为了要拼生意，大家拢步速进展。新闻上尾带大家做伙来看卖，感谢你的收看，我是郭怡中，祝大家平安健康，小大家继续收看咱台视中道新闻。阮兜厝较早就是拢做室内嘛，较早有